跳游，爱有匆匆的心事，强强空的该按公度，想爱跳跳老你讲也早故事。跳游，爱有发酵的心事，总得打杂一出一落，一早早的按讲，不是按心说。发酵以后就天亮，医疗暗讲，天父经变是紧凑，将颜色混水含含，等你是心酸爱，老老交交归通旁，等开红跳游啊伫面向。匆匆的心事，强强空地该按公度，想爱跳跳老你讲也早故事。跳游爱有发酵的心事，总得打仗一出一落，一早早的按讲，不是按心说，一早早的按讲。是安心说。いただきます。哎，哪有课啊？吃饭嘞，你还拿字别做满哦？来吃饭啦！那还蛮上好，等一下啦。你上班嘅？我买天顺嘛。弟弟嘅想，我用的法唔成法嘅救命之恩啦。救命之恩？系啊，哪条路会上咱摕咧？不过还会吃都唔老好。好食。阿姨，不然有没大秀用哦。嘿啊，你阿爸讲的啊，我照了体面哦，没吃到乌梅的秀油。是反凤地台。哪好看啊？你想到哪条办法啦？讲出来，哪条谈困啊？我吃都唔老好啊。黑某，唔对看亚片用的哦。地州万尊饼地府卡示范，5000本期是1年。唔可以忘记救命之恩，讲的嘛个事啊，唔好讲会晓落来。嘿啊，也弹起来哦，乖乖呢。冇错，唱起来爱推你玩救命之恩，唔系你去家玩呢。咩嘿吼？刚来改做哪有可煮饭本神法师1年，安尼就做对了。啊？哪有可以煮饭本神法师？错啊，有诶，做唔对哦。我来战神，几十三千哦，我因为对你有救命之恩，哦，你赌都死。万尊饼。豆沙。你有其他嘅办法冇？有啦，就迄老外去吃行茶塔罗送本期啊。老太罗送本给，你多1年嘅钱怎买嘅呢？因为佢一下开始上班，我吃行茶奖励片啊。我就算係报答佢嘅恩情，顺沙庆祝佢上班嘅礼啊。他拢迄尔暴逼呢，唔见潘的送本期哦，甲唱唔加本期好咧。你在干嘛呀？不得不起。无啊，树风过着，
用下去妖魔鬼怪啊，都要摸的。万尊饼啊，我慢点啊，我还回来，一般呐。部長、できました。よし。みんな、間違いがないか確かめてくれ。はい。部長、今度は当てます。僕の計算と一致しています。じゃあ、みんな帰ってもいいよ。お疲れ様。部長、お疲れ様です。そうか。はい、部長。頭一天上班，敢唔敢啊？是我家己做代志无顶钱，害大家留来加班加到晚。本当にすみません。部長，我保證，袂搁發生這款代志。你講嘅交愛做會交，千萬唔通家己一年嘅設定攏做袂完哦。はい、わかりました。西野里。いっぱい行こう。はい。吉野里さん。基本算差了單嘅改快些。董總誒，頑張れろ。也是哪个吃行茶？他咯，送本报答命救命之恩，请好好照顾佢。范德伟莫，哪有空？翻做很矮哦，就唔要是个十分。唔用嘅咯。太家兄弟哦，总算是做事嘅功夫哦，实在有拉差。哦，我想看到佢哦，本事本脚做出几只粗货人嘅退役反头，就会眼神肉笑。唔好讲係短快啊！几只反头，我哋依靠。唔好找他跳跃啊！我係同反團跳戲，喺早上哪有學生嘅心意啊？佢唔會安尼做。哼，好好嘅每天跳跃，本總總是配到安尼，咩去找他做跳躍嘅人嘅心意啊？誒，唔係每天跳躍做啥咩？錯啊！錯哦，哈哈，家下啲細神童哦，傳到醫腦旁。哦，共強總變一，
连简单的算式都唔晓得啊！耶很勇敢听听的事啦也叫我年纪真係改快神。1、2、3、4、横振りは軽く斜め上を5、6、7、8、1、2、5、6、横曲げの運動1、2、3、4、5、6腕を振って体をねじります。みんな、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部長、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昨日、ある綺麗な女性に醤油をたくさん食べたら肌が黒くなりますかと聞かれました。あなたたちが聞かれたらどう答えますか？私だったら醤油により近い宇宙の梅田醤油を食べたら梅のように白くピンクが体肌になると答えます。我係咁嘅小姐講哦，佢食個白糖雞飛上來啊。営業はいつもさまざまな質問を聞かれますね。賢く答えても本当の答えは知っているべきです。醤油は肌と関係ないです。それは毎日味噌汁飲んでも肌が黄色くならないのと同じようなことです。みんなが長く待ち望んだ梅田黒豆醤油貨物船も港に着きました。今日から販売できます。今日一人1本ずつサンプルを配ります。皆さん、梅田黒豆醤油しっかり味わってください。那口上什么呀？后衣，他老是在踢鬼葱，挨做唔得数，无救命之恩也费事，强负债挂念，有种感谢神法。年秋末2年前，他老妹推转了，你就说你啦。啊，你啲飯團屍體嘛？冇聽咗部劇咧，兄弟就唔會信。神法真係有中意嘅，係講佢會老闆團補貼，就唔會留他老闆本來啦。他唔識，老闆團補貼，老闆他咯，係有乜嘅關係啊？好啦好啦，去做生意咧。哦。部長、準備ができたと思って。営業の仕事をやら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ですか？じゃあいい醤油の条件とは
何ですか？いい醤油は必ず本醸造で6ヶ月という長期間で発酵したものです。本醸造はどんな意味ですか？手作りで天然発酵したものです。手作りじゃない醤油ありますか？それと何のプラントですか？すみません。12ヶ月かけて発酵させたものと18ヶ月かけてものとどっちがいいでしょうか？醤油の良し悪しはどうやって判断するんですか？醤油の蓋を。吉典君。はい。お客さんに聞かれましたらどう答えますか？強いわ。醤油を選ぶときは色を見たり香りを嗅いだりしてという方法でも判断できます。泡が細かかで品質が良いと言えます。簡単でしょ？徹底的に自分の商品を理解しましたか？本当に準備できましたか？ごめんなさい。じゃあこれで終わります。みんな仕事を続けてください。はい。3年內冇用明白，呀，出咗一定已買睇佢嘅。睇老講啦，如果好嘅同事哦，行動到，冇人改啦。你唔是講這是醬魚，啊那無黃豆香，啊一個臭屁臭屁味。臭屁臭屁。無咧，啊，這個所在本來就是安尼啦，上濟15000啦。大門攏拍袂開，都生意歹結掉啦，一萬。我你是来乱的是啊？这是台北上人的所在，你若买袂起吼，就要浪费我的时间。看面就知影什么款的啦啊！顺行啦，保送啦。这个人吼是安尼啦，啊，他妈无卡死啦。你讲的介绍，你看光是转，光是转，伊有无问题啊？啊？哪有问题是啊？莫去卡死啊！放下！欣赏，真的是一个唔贪心嘅太好呢。挨個聽將頭路加本，唔使資金，無期限，這樣嘛，係唔現實，也偏動，搶實，鬧個。啊，唔使翻台哦。有咩安尼咯？唔知嘅。谁有伫个？行啦。哪里？我在哪里？哪里啊？俺咪是啊。好，
无啦，讲也蛮个面试哦。阿凤，有。有没有朋友？当然系啊。系你年啥？以后唔算啊。都蛮安尼哦，也好，有泡面好食咯，算幸福的。阿凤啊，有皮都买米线哦。米线？要去主要爱，应该无能要用做下。咁样完全变真是做条油吧？做条油。也个屁来当场咧炒物街。妈嘅！操妈嘅！要去主要爱，应该无能要用做下。咁样完全变真是做条油吧？做条油。也个屁来当场咧炒物街。妈嘅！操妈嘅！操妈嘅！冯条镇。妈嘅炒。真是呢。冯条镇妈嘅炒。无听说真经理叫条油的，挨看下。好朋友，帮他本事啊！呀，那个操妈的 MEC 啊！蒙挑整，妈给操！看书就会背啊，戆当然啦，蛋糕有下，真唔做就做得。来问啦，小妈炒锅会变圆吗？蒙头整金钱会谁过吗？不是变的啦，速度猛啊！快死哦！吼，根本就会闪情呐！还讲问啦，蒙头会不好今个时间我用情绪给他养水你真记住啊！怎么个你看书就学会背啊？有才调控制个方式好也应该个提拔像那么个问问讲去，会叫跳改会咩？全世体下台，叫跳对唔讲，佢冲示翻用人当然背，但应该同讲啦，唔单止唔背啊，哎呀吼，替有咩了小介绍做事，挨改叫就不了解。不会讲
乌梅达秀哦，很热红云乱嘅啦，唔到公司多，大傻都会讲跳舞，上午班长晓得做跳舞，切，可惜。假如你来无起飞啊，我同讲啊，哎呀吼，因为无起飞，怎么睇下宽睇下好？唔了解市场卖嘅东西，我落去卖出去。唔晓得哦，真系正经嘅老诶，啊！诶，万年的老诶，发言讲对发言讲，来同讲啦，要世界方哦，把咧换到分工合作，如何哦？有人做，有人买张做咧，王爱问啦，佮总头甲迈阿密，敢是一甲装诶？你讲嘅咩有道理啦，啊，要不然哦，装个输啦，样咧，啊，哎，走嘞，三金啊，来请啦，8啊几飞啦，要摆哈，你冇看到做体育嘅歌场，很摆啊，没有几飞咧，啊。哦，错嘞，记得哦，人都不错讲，慢慢准备，又开始做跳舞了。啊，这个同伊讲啦，俺走，做嘛做啊？你们爱眼看，爱眼好。好呢，啊，好呢，胆子宽哦，哎，很容易下下来。下，好啊，下清楚啊，还过来啊。下来啊，啊。哎，很难睡哦。哎，走，很难睡。下来啊。马哥啊，下来啊！哎，中的啊！哎呀，塞被死啊！停痛啦！哎，那我有超想买个米线啊，很香呢。我那个水的啊，比到款情，小水才怎样啊？冇事咩？刚来做你坐下来冇？做唔得啦。去到很忝啊，夜凉衫很多爱调戏唔得。我做个伞。就爱老板弄大吃，本皮妞看不到。唔做就做，爱做几个啥么？但是我fashion design 又唔系改衫裤嘅，唔怕到我想下一来做衫哦，还唔系盈利。哎喏，大牌看清都是拍，不做真改错人啊！唔好用脑壳嘅用去看清。哈？唔係腦殼，個我係乜人啊？當然係世界一の素敵な女。素敵な女？
好个。哎，哦，过来，过来啊！好几のジョーク了啊！好几のジョーク。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哎呀，两位亚张都啊，太搞定懂久诶。哎呦，就做新山嘛，你看。做。呀，你妈去啥嘛？超内路。哦，莫讲咁多，行。係先哦。すみません。コウさん、どうぞ。直子さん、今日の着こなしはいつもと違いますね。そうですね。これは秀子さんのデザインでしょ。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恥ずかしいですわ。長さん、直子の着こなしどう思います？綺麗です。直子さん、僕のためにおめかしし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とんでもないです。乖，弟弟應該好思日記啦。老公，你做乜嘅？你做唔得家中唔懂要教教嘿？哦，好啫。梁姐，經過同到拜面，不過一無算了解，你那你？我講係要按多萬年。頭家娘，我係台南人啦，阿母家係港中嘅啦。兄弟姊妹一度有7個人，我係第3個，故說我冇傳宗接代阿伯啦。哦，係佢。大家庭好，大家庭好。コーヒー冷めちゃうよ。食べながら話しましょう。算法，你这看嘛该啊？按导师不看唔识啦。也係可能部長經營藝thuật嘅，會叫我睇 kiss 到，日本幾耐嘅。啱無？你想哦，人家生意哦，就唔會點咁樣嘅東西啦。算法，你下禮拜聽說要將總量節安利開哦。你前面有談講哦，總量節哦，然後個款錢呢，等存太錢哦，唔會做啲偷本用呢。啊！
多走多走。我老你讲，迄讲啊，唔讨会记啊，就唔是按辛苦做事咩。人拜啊，做为本用嘅太条家，按用咩钱好咩？你就谈爱嘅，娘嘅讲啊，从上次没什么嘅人咩，人讲唱一下，一生你就过台嘞。先落嚟講，你唔當安尼把手甲緊緊上啊，安尼生意會歹勢。今仔日免講較濟話，講重點就好。梁姐，一個妹哦，老愛較搶啊，上下尾哦少一條筋啊，希望哦唔好變到心肝肚，哦。哎呦，那看哦，太家就收拾咩，那就直接讲了。梁仔啦，你有中意哪科目啊？啊？條家娘，哪有學生哦？去當等一下啦。我咩希望哦，有遐個機會，做得帶哪有學生向下去食天陽看咖啡，啊唔看天陽食咖啡啦。唔知哪有學生，係咪很同我向下出去？哈？看情3試3敗，總算成功嘞！阿里嘎多呢？唱來如是真很強哦！好像都太簡單嘞。啊？哪知道？今日總兩隻，唔可以幾簡單給你。幾很強嘿！我島上聽說都歡喜。啊！要拜娘哎，又跑過來了。哦，你看，這個我們是按的，跑下來啦。哦。喂，接佢啊！你聰明啊！做乜嘅呀？暗虫做乜嘅啊？迄個可能反應乜嘅啊？生意順查到你做這哦。很少，還唔係你我來講啊？再去個頓幹準不卡？那有來哦，這就照睇咧。等下下會死啊！更做得都不行哦，大伯過來緊點。好啦，OK 啦。老公講，目前我就等你 France。偏啊，唐兩寶要傻誒！我騙你啦，你要不很認真嘅。按叫我老紅條做生意，會賺咁多錢啊！我個同胞就帶你 France，一起給他唱內路。不要哦，做得看到唱內路。做得啊！按叫我老黃條家做生意，會賺咁多錢啊！我個同胞就帶你 France。不要哦，做得看到唱內路。做得啊！
France 就做得看得到。讲好的哦，唔带我去 France，我就年龄唔到日本来等。好啊，没问题。干唔了要给翻到我不卡啦。好，来来。哎呀，唔是的啦。哎啦。哦，这哦，呀，这什么暗场？哎喂，有哎，好吗，各位？阿妹太年七下，医生发来台北有一段时间呢，生发该顺时平安，请安心，落下好嘛？唔同你讲嘅身体係唔係狂健？喺度忘記莊人，屬是該度嘅好朋友，受到大家嘅關心係照顧。生發一下喺正牌業務員，做啲開始拜訪人客，買條油，我也爭啲哦，做生意一時嚟冇人改哦，好的，可能不就自投。還沒出席。我聽做位更加失望，唔會辜負不久，還有卡上嘅期望。就是我為面通咱伊上遐起來，也馬上去燒油，啊，毋過乾脆一點仔了。一點仔就有夠啊，多謝。哎，他都喊多次是個偷油哦，怎麼算好冇？有樣哦。有個大，來，全到嘞。試試偷油啊！所以也馬早起啊，比有沒打過跳。我出手太狠的啦！我喊迄種伊有咩等咯？唔都按你吃食哦，你要在神經就會較了解跳油誒。冇咧，就要吃食種啲茶片啲奶啊！你也要高級跳油嘅茶片吼，根本就冇含老甜嘅問題。唔到嘅長途吼，根本吃唔出也要跳油嘅面試，一拳太愛吼。八嘎！喂，你專門啦，吃不愛看。嗯。根本人啊，算好運啦，啊！你就好好看，好好學啊！是不是？有冇底啊？什么时候秀有吼？迄面上较太听啦，唔拉前面唔拉向，哼，操作行做得。有没打？操！有没大家发觉吼，动差的，棒头老少妈嘅意思啊！
动情处。按甘笋的意思吼，拿来炒炊、煲汤、焖焖的。Yamazaki， 吼，竟然写到 Yamazaki。Yamazaki， 有氧的后头油啊，停操标1年以上，可能就18、3年。啊，汗牛哦，连发高嘅数位同乡米啊，都用下到头油度啊。上次Yamazaki落嘅出口好。阿拉斯，喂，害我啊！真应该地神，也很专门。来讲哦，做了部单机奖业，重新开始诶，怎么？关小事诶。怎么安尼讲咯？我有手牵手哦。是乱去 kiss，也着安尼耍一堆哈。恁即摆感觉就叫做单恋爱啦。我听秀教授咧讲，你开始咧激动去啊？我若是做袂出万记种园的气味，是无迄个资格对遮提出去。不错，伊就是为了家己的业绩，才用种少年模式。啊！你连水也敢掺落去？3ヶ月間、営業の仕事を辞めてもらおう。一个月，慢慢慢慢随风笔。点点等一飞，你都来，本爱天都明，也不样，紧来紧冲，变成了一条线。年来呀年来。